妻子做好晒餸，就因為一隻雞蛋俾個細路食咗，就俾丈夫足足嘈咗17分鐘。遠嫁嘅妻子忍無可忍，直接掟枱大叫：都唔好食啦，都唔好食啦！自袁大舅嘅2個仔放暑假嚟屋企玩，丈夫全程黑口黑面。事發當日，丈夫見唔到自己嘅雞蛋，即刻發難，喺枱度喋喋不休，仲陰陽怪氣內含雞蛋俾侄子食咗。妻子忍氣吞聲話煮過，佢仲唔收手，仲掟嘢發洩。呢隻雞蛋根本就係壓垮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。妻子一個人湊3個細路，又要煮飯做家務，辛苦晒嘅心血喺丈夫眼中一文不值。佢嘅歇斯底里唔係鬧交，係喊唔出嘅委屈同絕望。丈夫仲反口話妻子脾氣差，簡直離譜。一個真正和睦嘅家庭，從來都離唔開彼此嘅看見與體諒。分享呢個影片唔係為咗指責邊個，而係為咗提醒我哋每一個人，多一份體諒，多一份看見，少一份理所當然嘅抱怨，先可讓家成為彼此溫暖嘅港灣，而唔係消耗彼此嘅一個戰場。